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国昨日的浙江、福建以东设7个空袭保留区。根据着国防部最新的消息，过去24小时内，阿共有47架的军机、12架的军舰，加上9台的公务船出现伫台湾海峡的周边。外国媒体报讲，唔是伫台湾海峡尔，中国嘛伫日本群岛的南部以及东海甲南海部署着90架的海军甲海警的这个舰艇。国防部讲，中国即届的军事演习真明显，唔是干那针对着台湾尔。入岛东北东边画面中会当看到中国海警船2901号伫我咱台湾560海里的所在，甲画面中央甲正边咱台湾的海巡署。南投舰甲台东舰2台军舰伫海上随时监控对方的行踪。中国昨开设7个空袭保留区，国防部伫今日公布最近24小时上新的强基舰绕台状况，敢若昨一天就强机47架次，强舰12台加公务船9台，而且唔là台海尔，中共共款伫日本群岛南边以及东海、南海。部署要90台海军加海警的舰艇，差不多2/3是军舰。这个数字的的确确非常惊人，而且回过头来，这些数字所散布的位置，它已经超过了，如同我刚刚前面讲的，超过了台湾往东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。唔那向外延伸，解放军阁用飞机模拟攻击外国海军舰艇，并且练习赶走军用甲民用飞机，作为防守演习的一部分。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柯林克提醒台湾，目的是要使台湾甲边的国家对解放军的动态监视了后，可能会影响到发生危机时阵的反应时间。他之所以不宣布，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降低我们的警戒心，降低国人的警戒心，降低我们国军的警戒心。然后接下来他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时候，感觉上让我们好像措手不及。国军兄弟随时拢有准备，唔那桃园包括淡水，嘛有看到战车驶上街路。陆军团表示讲，会强化应变的能力。国军透过无共款的方式，就是要中共知影讲，台湾人无遐好骗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